乌克兰前国会议长帕洛比伫咧路边就被枪轰弹死，嫌犯假做外送人员，甲灯甲开枪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下令要查清楚，目前也无排除是罗西亚做的。受害者都伫个主题区边仔人行道顶面，警方伫现场用封锁线来围起来，一直伫咧搜证。乌克兰前国会议长帕鲁比伫当地30日，互人发现倒伫个西部城市利沃夫的法兰基夫斯基区的路边，身着被枪死亡。І я наголошу вам не раз, в той час, коли українські воїни захищають не тільки Україну, а весь вільний світ, і Польщу в тому числі, ми хочемо знати, що поруч з нами є надійні соратники і надійні побратими. 乌克兰警方初步调查，发现附近有监视器翕到嫌犯行凶过程。嫌犯假做外送人员，头壳戴安全帽，骑电动脚踏车到案发地点了后，就等伫路边。伫前国会议长帕鲁比经过人行道时，就缀伫后壁军装，开枪杀害帕鲁比了后，赶紧派外送箱离开案发现场。警方伫现场搜证了后，就已经找到7粒枪支壳。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! 54岁帕鲁比，伫2016年4月到2019年8月担任乌克兰国会议长，也是2013年到2014年中间，呼吁国家甲欧盟建立更加紧密联系抗议活动领导人之一。对此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30日公开谴责，也答应要展开调查。当地警局局长认为，嫌犯经过详细计划犯案，无排除可能牵涉境外势力，包含罗西亚参与犯案的可能性。政治分析家苏维雷达分析，这个案件可能是罗西亚情报人员进行渗透行动，也可能是乌克兰内部的亲罗西亚势力，也是反对派系。即期国内情报系统可能出现疏失，才互帕鲁比无害。公视新闻，但是东编译。